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作家琼瑶自我了结，结束着家己浪漫传奇的一生，再去举办家祭，家属是遵照伊的愿望，无办公祭。 艺人林心如穿规身躯乌来到作家琼瑶的告别式。琼瑶享受86岁，今仔日家属遵照遗愿，跟他办家祭。 虽然低调，不过也是真侪艺人有送回致意，包括演《还珠格格》的赵薇甲金兰。那林心如若是到场，嘛留下感性的送别词，希望琼瑶阿姨伫咧另外一个世界会当自由飞，而且会永远怀念伊。那日本院长韩国瑜翁仔某，佮有伊的查某囝韩冰嘛，共款到现场。上台致辞讲了些什么东西？透露一下吗？韩国瑜离开的时，面对镜头是真低调。那因两个人的缘分，就是韩国瑜。 做高雄市长的期间，被邀请琼瑶来做爱情产业链的总顾问。琼瑶一生写了真侪出名的浪漫爱情小说，过往的消息互众人着惊。伊暂时进前的亲笔批，即马嘛公开。 琼瑶感谢秘书20多年来的陪伴，佮讲因毋若是工作同事，秘书嘛袂输是查某囝的存在。琼瑶过往了后，面册消息的文章就是秘书大做发布，一字一句拢留互世间人无尽的思念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